这个是粤式的春卷皮，对，越南的春卷皮要怎么用啊？在哪里买？其实现在市售很多一些超市都有在卖了。粤式的春卷很有名嘛，不管你是炸的或者是凉拌的方式啊，然后包到那个卷子里面，跟我们一般台湾的春卷不太一样。不一样，所以今天会分享2道，一个是用凉拌的，另外一个就是你刚刚讲我会用炸的，因为炸的其实比较少人在做，因为越南春卷皮来用炸的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第2道的时候，我就会示范用炸的。好，那这一道的是用鲔鱼哦，但是观众朋友可能在我们的食材怎么没有鲔鱼啊？鱼游回大海了吗？来，我们的鲔鱼今天被它又变装了。对，鲔鱼的部分呢，我们今天是用辣味口味的鲔鱼。平常的话，我们在早餐店可能它是水煮鲔鱼，是啊，白色的，对。然后因为我想说今天因为是泰式的元素，所以我们就用辣味的，对，辣味的鲔鱼来做。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我们今天的内馅。内馅的部分呢很简单，今天连火都不用开。很好。对，家里煮菜不会有油烟，然后蒜头酥加一点点下去。所以看起来很像蛮重口味的哦。对，味道很重。可是我们等一下会搭配一些清爽的蔬菜来一起吃。然后柠檬汁酸度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依个人喜好来添加。我个人比较吃比较酸，我们就加3大匙的柠檬汁。然后我们调味呢，我们会加一点点的鱼露。哦，内涵，对，泰国菜一定不能少，就是鱼露。对，但是有些人闻到鱼露的味道，简直就是要狂奔了。真的哈，没办法，像我个人也很喜欢吃这个鱼露啊，就是比如说炒空心菜啦，好，我都会加鱼露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是加了鱼露，又加了柠檬汁啦。好，然后我们希望在鲔鱼这道里面增加它一点点的脆口的口感。所以我们加了一点点的花生碎下去，坚果都可以，不一定要花生，只要是坚果、腰果啊、杏仁啊这些都可以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花生碎。香菜，哦，必不可少。香菜也下去，让颜色呢，就是看起来比较缤纷一点哦。然后我们加少许的糖，来中和一下它的味道。好，这时候就把它拌均匀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超简单啊！看到都想睡觉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精神好得很哦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内馅这个部分先准备好，之后我先放旁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准备新鲜的西生菜，然后红萝卜，这烫过了吧？这烫过的红萝卜了。然后我们今天配合一些脆口的小黄瓜，那小黄瓜的部分我们就一样把它切成条状。我会有一个苦恼，不晓得观众朋友有没有碰到，就是当我去买小黄瓜的时候，要怎么选呢？里面的这个籽啊会少一点。我们会选择就是有产销履历的小黄瓜。有些人觉得说哇上面很多颗粒啊，其实是不好的。那个是新鲜吧？对对，有些很多消费者看到很光滑他才买，有些颗粒他就不买了。好，我先把小黄瓜给籽也去掉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下我们的酱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准备一样必备的泰式鱼露。那不吃鱼露怎么办呢？不吃鱼露，其实它改成酱油也可以，淡色酱油，好不好？OK 的啦 ，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加一点点的白醋。哦，白醋好。对，白醋。虽然刚刚已经加了3大匙的柠檬汁了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果糖。辣椒的部分呢，也是，只要你不喜欢辣，其实也可以不用加。可是这个辣椒其实也不辣了，因为你把籽的去掉了。哦。好，可是我还是希望它颜色可以缤纷一点点。然后刚刚的香菜，我们留下梗来做酱汁。哎，很多人都把梗去掉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叶子的部分，我们就把它拌到内馅里面。其实梗的味道也很香。对呀。像我多余的梗都会切碎之后哈，放在冷冻库。然后熬汤的时候会丢一点进去，对。好，那我们酱汁也做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包春卷。好吧，包春卷其实也是有配包，对不对？对。像我春卷就包的不怎么样，因为都会这样，好像松松垮垮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粤式春卷皮啊，其实正反面我觉得都没有问题，都很好处理。其实它是有正反面，对不对？对，正面这边是有好像纹路嘛，比较立体感一点，然后这边是，对，我觉得两边包起来其实差别不大。
好，这个就不重要。所以我们就不要纠结正面还是反面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准备一个喷枪，我们就把它。这是水哈，不是酒精哈。啊，对，这是水，食用水。现在看到这个都会觉得是那个75%的酒精。那为什么要用喷枪呢？其实它这样子在水分上面会比较好掌控，比较均匀。对，有些会是直接用一盆冷水直接泡下去，对，过水下来。其实，在操作上面，其实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的操作，怕它过头了，过头它就太软，其实就不好包了。然后用喷的话，我们可以很好的掌握它的水量。哦。对，然后。要不要等一下才包？对，我们要等一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。要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稍等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先来把我们的生菜，就取一个像凹槽。好，一个深度这样子。好，很简单哦。我们就把我们今天的料给它放进去。配一根小黄瓜，配一根红萝卜，是不是就简单？就结束了。啊，没啦，重点在后边，重点在后面。爆它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。好，你带得到吗？好，我们先转一圈，然后把它用紧。要把它往身体这边再推一下。对，把它拉紧一点。好。好，你在包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它的软硬的程度。对，因为太硬折的话，它可能就破掉了。对，就稍微不能使用暴力。不能使用暴力，要多给它一点关怀。比方像这样可能太硬了，我们再补一点水。不要硬凹，硬凹它就会像这样。会脆掉，对不对？就会裂掉。裂掉，就会裂掉。好，我们折一边，折过来。慢慢去感受它的软度哈，如果有一点勉强，你就喷一点水，不然可能就会听到啪一声了。对，啪一声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把它折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卷起来，卷起来。好，这样就一条了。再一次哦。好，我们喷点水。好。一样再一条哦。好，那讲我们刚刚中间破掉的啊，我们就把它盖一片生菜叶在这里。哦，用这种方式。对，就把它包起来。而且这个粤式的春卷真的是很多的纤维了哈，我们看到几乎都是蔬菜了。不然你看越南，其实他们也都是包大量的蔬菜，然后有些会包需要淀粉的话，就包一些米粉啊什么的在里面。它等一下，它就会慢慢的软化之后，它就会变成透明的状况。OK。到时候那个时候呢，我们那这时候还要不要继续喷水？这时候不用喷水，酱料我们就先把它装下来。今天这个摆盘的叶子不能吃哦，这个是茉莉花的叶子，有人吃吗？没有。茉莉花没错吧？对。因为我家有种，所以我对它非常的熟悉。好，那我们刚刚的蔬菜饭也不要浪费，我们可以放在旁边。大家可以沾着酱一起吃。那个酱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很清爽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就一卷了。完成了吗？完成了。这个是课前带来第一道，非常清爽，也非常简单又简单的这种辣味口味的鲔鱼卷。辣味口味，对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，你就买水煮的鲔鱼回来，然后自己加一些麻辣酱，或者你自己喜欢的椒麻酱都行，自己去调整你自己喜欢的。